自从2026年7月18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耶和上主的道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，梁记下卷第10章第19、17节。现代台语版圣经，梁记下卷第10章。亚哈有70个子孙伫撒玛利亚，耶和写批去撒玛利亚，予遐个首领长老甲亚哈子孙的监护人讲：既然恁主人的子孙甲恁做伙，恁阁有战车战马坚固的城甲武器，即张批送到恁遐的时，恁着伫恁主人子孙的中间，拣一个上好、上适合的，予伊率入伊的老爸做王。恁嘛通为着恁主人的家交战。因非常惊，讲连约翰兰甲亚哈谢两个王都袂当对抗伊，咱哪有法度？王宫总管、市长甲长老，以及王子孙的监护人，派人去见耶和讲：阮是你的仆人，你甲阮讲的，阮拢要照安尼做。阮无要设立人做王，请照你的意思去做。耶和阁写批予因讲：你若归顺我，要听趁我的话，就处恁主人子孙的头壳，明仔载即个时带来亚述勒予我。迄时王的子孙70人，拢住伫城内，甲因养育的尊贵的人引导。耶和下批一个到，因就将王的子孙70人全部杀死，将遐个头壳下伫篮内，送去亚述勒耶和遐。有一个使者来甲耶和讲，因带王遐个子孙的头壳来。耶和讲，将因贴做2堆，下伫城门口，到明仔早起。过早起，耶和出来徛地对众人民讲：你拢无做，是我反叛约翰兰王，甲伊杀死。毋过这人是啥人，甲因杀死的？对安尼，通知上主有关亚哈所讲的话，无一句落空，因为上主通过伊的仆人以利亚讲的话，拢有实现。属亚哈伫亚述勒村的人，以及伊的人神、亲密的朋友、祭司，耶和拢甲因杀死，连一个都无留地。耶和出发去撒玛利亚，伫中途移到牧者剪羊门的厝，拄着犹大王亚哈谢的亲属，问因讲：恁是甚物人？因应讲：阮是亚哈谢的亲属，拄要落去访问王甲王后的囝。耶和讲：换我甲因掠起来。耶和的部下就甲因掠起来，伫剪羊门的厝的井边杀死因，共42人，连一个都无留。耶和继续进前，拄着利家的囝约拿达来迎接伊。耶和甲伊请安，对伊讲：我诚心对待你，你敢嘛安尼对待我？约拿达应讲：是。耶和讲：若是安尼，你的手伸出来。约拿达就伸手予伊，伊就牵约拿达上车。耶和讲：甲我做伙来去，看我安怎为着上主热心做代志。伊就予约拿达坐伊的车，到撒玛利亚。耶和杀死所有属亚哈留伫撒玛利亚的人，连一个都无留地，拄照上主通过以利亚所讲的话。耶和上主的道。梁记下卷第9章，原文一个所在有讲到平安谢朗，真实的回声却是杀戮，
爱等到耶和甲刀放下，平安才会真正临到。耶和的政变有7个毁灭性行动，3个记载伫第9章，4个伫第10章。第10章第1节讲到阿哈有70个囝儿，和基甸共款。耶和也亲像基甸的囝阿比米勒，消灭以前领袖的70个囝，取得政权。以色列王太后和犹大王拢死踮耶和刀下，伊阁控制北国第2大城亚述列。为巩固统治地位，耶和必须进入撒玛利亚。伊的征服手段是用批信进行。耶和伫信中邀请撒玛利亚的众领袖，决定阿哈的继承人，搁为这人进行保卫战。但是受批者明白这是违法，因知晓无法度抵抗，因为安尼情愿投降，做耶和的仆人。耶和的第2封批大算文字游戏，迄笔内文的头有相关语义。第10章第6节的陈述，通直接翻译做：恁若甲我当做头，就甲阿哈王的子孙的头互我。撒玛利亚领袖选择杀死阿哈的子孙了后，就无重返侍奉阿哈家甲巴力之路。耶和前往撒玛利亚的途中，拄到犹大王阿哈谢的亲人，要去向以色列王甲太后请安。因虽然是大卫家的人，因为甲阿哈结亲，就也真侪阿哈家的人，因为安尼，当耶和称做上主的刀，大卫家的人相款受卷入伫即场杀戮所遭受杀害。阿哈甲亚西庇都无哪灭的残痕，因关系无害性命，夺取家产。阿哈见到先知以利亚就讲：我的冤家啊，你找着我咯。以利亚回答：无毋对，我找着你咯，因为你出卖家己，做上主看做歹的事。上主讲：我要降灾祸互你，要消灭你。所有伫以色列中属阿哈的查甫人，无论自由的还是无自由的，我拢要甲因消灭。关系哪大的人就哪需要谨慎。若执意做上主看做消之事，无论偌久，上主终究会找上门，因为安尼，这是上主施行审判的行动，是一次性特定的历史事件，是伊要洁净甲伊立约的百姓罪。清教徒神学家John Owen 讲，伫这个世界上，上帝对人最大的审判，就是互人的心公义。阿哈的心公义，好言以色列，但是耶和的阴险也显露无遗。真实的平安，毋是领袖互相制约甲算计。人心的阴险甲权无，敢若会当一时间得逞，极端赶尽杀绝，这像离上主灵密的心意真远。人的心若公义，引发上主会受气，将被拔除。唯一的解方就是找求上主，拄亲像先知所讲的，着找求上主恁就会活。若无，伊会亲像焰火吞灭约瑟的家，烧尽必得利，无人会当甲伊拍花。立想，当我拄到心公义的人，着安怎应对？
当我拄着心公义的人，着安怎应对？咱来祈祷，上主啊，求你赐予伫顶面掌权的有怜悯和谦卑的心，互因所做决策合你心意，会当造福人民。奉主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福你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